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强烈的冷气团伫半暝升级，将做今年入冬第2波的寒流。宜兰的太平山只有零下1度，路面湿路，而且路面搁来结冰，都要搁出动到吐雪车。啊，那下环山昨深夜就开始飘雪，一透早这个雪的高度已经有2公分。另外，搁有玉山过道嘛落雪了，积雪嘛是2公分。根据着气象署的观测，这个透早全台湾上低温是新北市的5股7度3，台北气象站嘛只有10度4。会当看到出入的美景，观景台看一烟霜，游客唔惊寒，徛伫冰天雪地享受这个时刻。翠峰山路外口，大人嘛带囡仔，利用时间做细红啊翕相，算啊真欢喜。坐小火车沿路欣赏雪景，袂输是伫动画世界。边仔的树啊，拢有树挂。宜兰县太平山今日透早3点到7点，陆陆续续有落雨雪，嘛好规个路拢积差不多2公分的冰霜。工作人员进行道路的巡护，发现路面有结冰的情况。基于安全的考量，园区将于今早7点才进行开园。派出所嘛，伫往翠峰林道的所在进行管制，等园区处理完这冰雪了，开放入园。需要处理时要有站。下盘山武岭顶往上雪楼的水泉宫的路段已经结冰，因为这位车山暗时11点外就开始落雪啊。已经积雪2公分，那公路单位已经呼吁说，从渊峰到松雪楼必须要加挂雪链。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观测，今日透早冷空气的强度为强烈的冷气团升级为今年入冬第2波寒流。太平山上低温度到零下1度，下盘山的气温差不多是0度，新北5股是7.3度，这是透早全台湾上低温的。台北气象站毛到10度4，提醒是要去看西乡亲，爱把握机会，要搁都爱穿好烧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